3，好嚟多張嘅，1、2、3。所有人一次。喂，仲有，喂，仲有打波宿命啊！嚟，起埋啲啊！試下先啦。再嚟。3。手震啫，我哋。打波宿命係嘛？打波宿命啦！ 1、2、3，打波宿命！而家咧，我哋進行一個簡單嘅頒獎禮。咁而家咧，升局隊嘅後四名獲獎隊咧準備攞獎啦。我哋咧好驚咧請到我哋嘅資深體育嘅前輩阿林兆平老師咧出嚟幫我哋頒獎嘅。好，殿軍係耀道中學。你哋先頒咗獎牌先好喎，你幫我攞住個杯先係啦。係，好。計數先，幫你計。真係影得學校名唔該。預備，1、2、3，好呢邊，1、2、3。好，準備啊！1、2、3。OK。好，歸拍球書院。我到呢邊，準備1、2、3。用閃光燈影一張啊！用閃光燈影一張。好嚟多張，準備1、2、3。第二邊㗎。好，亞軍係光明小學。每邊企4個啦，我就記得。準備1、2、3，嚟多張嘅1、2、3。好，唔該晒，好。冠軍嘅係津理書院。好嚟多張嘅，1、2、3。
好，唔該晒。好，多謝，多謝。啊！咪佢影咁照，咪佢咁照啊！飛步。有 MVP 獎喺邊啊 ？MVP 獎，我講名啊！就影咗張我哋啊，影相。其實我識你喎，可唔可以同我影相？影張，我師弟。埋啦！誒，師姐。掛住屋企，唔好掛住師姐嚟㗎，又話我溝女，你師姐都咩㗎啦？出曬你啦，阿琪呢個人。1、2、3。好，嚟多張嘅，1、2、3。哇！你遲咗喎，好臭啊！快啲啊！好唔好？多謝，嚟。Mandy。我影張相先，快啲啊！好，準備，好望呢度啊！好，走，好，邊個想影啊？快啲！我自己影張。我都想影啊！我想影張。你可唔可以幫我影一張啊？得。好，準備1、2。走俾我都要影啊！我都要影。好，做過嚟。邊過嚟。喂 ，Ivan， 我一定要同你影啊！我知唔知？我一定要同你影。一定要啊！呢次呢度。好，呢邊喂，你齊啱啊！過嚟啊！MVP 啊 ！MVP 啫！好，呢度準備1、2、3。MVP 先。八。得唔得？你啊！佢單獨我未影啊！單獨。排隊。行咗好耐，呢隻杯嘅位。喺呢邊，射下先啦。好，就呢邊。射中文英文先。哇！雲少偉大頭啊，今晚又而家個樣。好，呢。冇啊，冇面啊今日。好，到呢邊啊。好。好幫我就你。係啊。好，到我呢邊。好，準備1、2、3。好，我諗下嚟講。